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海岸线嘛非常的长，并丰富的海洋资源各有特色。为着要呼应中央的向海致敬的政策，台南市对养殖企业、渔村文化、社区创新，各有学校的教育来全面推动。希望当甲台南发展成一个永续生态的城市，海洋的产业繁华的海洋之都。这一次是有5个学校参加我们的海洋科普绘本比赛，这个成绩是全国第1名。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学校有这么好的表现。那我特别分享几个学校，他们拿到特优的事例哈。第一个是我们喜树国小，他们以传统的这个看钩的文化来呈现我们古代我们的一个老祖先捕鱼的智慧啦哈。那这个真的是算是我们传统以来的一个很好的文化。那希望能够传达的意向是，能够对于我们的海洋要做一些保育啊哈，不要过度的捕鱼，所以有这个看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永康国中跟我们的大湾高中的部分，他们是以这个萨巴，我们在讲萨巴就是我们的虱目鱼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传统我们台南市很重要的特产，来呈现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小吃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目前来讲像是我们在推动海洋教育里面讲的食鱼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另外还有一个学校是我们的永康国中啦它是推动这个消波块的一个算是生态保育概念，来了解这个海洋消波块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海岸线台湾的海岸线其实是非常必须要注重跟着重的。那所以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有一块是在谈海岸侵蚀的部分。那透过消波块这个主题，会让大家了解怎么样做好这个海岸保护的工作。那希望我们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学校，其实他们不见得一定是在海岸旁边的学校，可是一样推动海洋教育是非常不遗余力啊！让我们一起努力来守护海洋。这摆参加教育部主办的第2届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台南市这摆分别由喜树国小、安平国中、永康国中分别得到特优，另外西门国小得到优等，长滨国小嘛得到佳作，拢总得到5个奖项。这摆成绩同时嘛是全国上好，市长黄惠铁表达肯定，希望会当继续努力再创好佳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